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看来是找不到四叶草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现在就回家呀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去哪儿啊？锦溪，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。没错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直接回家太可惜了。我们爬个山，收获一下筋骨吧。我突然觉得我有点腰酸背疼，要不你爬山，我在山下等你。你平时养尊处优惯了，爬山对身体特别好。是啊，爬山很简单，你要喜欢爬，我组织一个登山队陪着你，慢慢的登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崇山峻岭。但是今天，还是算了吧。顾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你行，你行，我相信你。回家吧。等等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行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跑啊，爬山啊，才跑了半个小时，你就休息了16次，喝了3瓶水。照你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？不是，你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我从小就爬山啊，这种山对我来说是小 case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走吧。哎，我不管，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休息。贺锦溪，你还说我不行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你说谁不行呢？你呀，我就说你。我就是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，我怎么不行了？顾西城，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！哎呦！怎么了？哎呦！啊！是崴着脚了还是撅着手了？哎呦，我手没事儿。我看看，这儿啊。哎呀，你慢点，轻点，轻点儿。哎呦，这儿，忍住啊！你呀，这是平时不锻炼的结果，关键时刻总是容易受伤。那我平时也没有见你怎么运动过呀。那是你不关注我。哎呀，季少卿，哎，停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个道观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放我下来。师傅，施主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里供的是哪一位神仙啊？我们花神宫花神殿供养的是一位花神娘娘，掌管着世间爱情姻缘的，你们可以进去拜一拜。谢谢啊。请。花神娘娘，算了吧，那得拜一下啊。走啊！求姻缘的。哎，走吧。求姻缘的，这是。许什么愿呢？保密。有什么好保密的？说说嘛。那就抽完签之后告诉你。
上上大吉，看来施主应该是祖上积德，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啊，可喜可贺。抽啊！下大凶啊！下大凶啊！名与利皆虚乎？凡百事吉中凶啊！道长，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看姑娘面相，应该是大富大贵呀，只可惜这些福气都不是你本身的。行了，道长，走。哎，西城，哎，你刚才怎么跟人那么说话？这个人阴阳怪气的，别理他。上来。怕你累。我女朋友这会儿好多了，我自己走一会儿吧。上来。来。哎，西城，这条路我们走过了。走过吗？是不是你记错了？道观在哪儿？奇怪，又是那个破地方。去那边。累坏了吧？西城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还是这条路，还是道观。邪了门了。你先下来。哎，哎呦，小心啊！啊，没事。你在这等我。那里有几个人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嗨，美女们。哎，帅哥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想打听一下去山顶的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你告诉我。你怎么那么快出手啦？不是怎么我先看到的吗？什么干嘛你先看的？我先看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